家最低2萬首期就可以輕鬆上車啦，加多1萬蚊仲可以送車位，成交再送1萬蚊嘅購物卡。Hello， 大家好，我係媽妹探訪嘅主持人 Milia。今期節目我哋就嚟到中山南部片區神灣嘅大型港人社區遠洋繁花里啊。咁呢個屋苑呢都係非常多港人街坊中意呢度噶，超過70%嘅一個香港街坊呢選擇買呢度。依家就交推出咗一個55棟嘅實景現樓單位啊！咁喺5月1號呢，屋苑樓下仲新開咗一個繁花里嘅超市，生活用品同埋新鮮呢等等都係一應俱全噶。依家加推咗55棟出嚟，2梯5伙，總樓層係28層高嘅，在售嘅單位係76至106平方嘅2至3房，76平方總價低至60萬起，106平方總價低至80萬起，全部都係精裝現樓單位，即買即入住，即買即收樓啊！依家最低2萬首期就可以輕鬆上車啦，加多1萬蚊仲可以送車位，成交再送1萬蚊嘅購物卡。2026年嘅1月份就可以收樓啦。遠洋繁花里係嘅遠洋城號打造嘅由一個100萬方嘅大盤啊，規劃咗一站式嘅生活配套，包括有1.5萬平方嘅商業、學區同埋文化中心，仲有14萬平方嘅屋苑園林等等，滿足晒所有年齡段嘅一個生活所需啊！10分鐘可以去到1+1商超同埋中山新街市，20分鐘就可以去到鴉髻山。無論係養老定係自住或者係投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屋苑門口配備咗港珠澳口岸嘅專線直通車，半個鐘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口岸，1個鐘就可以返到香港，對港澳街坊非常友好，往返便捷。事不宜遲，一齊去實景樓睇睇。呢度就係106平方嘅3房2廳2衛嘅戶型啦。入門呢就係玄關位，可以做個鞋櫃或者係收納櫃噶。我哋依家往前行呢，就係呢個餐客廳一體嘅直通廳啦，南北雙陽台，入戶有風。依家就嚟到廚房嘅位置 ，L 字形嘅廚房設計，呢邊呢就預留咗雙門冰箱嘅位置啊。依家就嚟到呢個生活露台嘅位置啦，洗衫、晾衫都係響晒呢度嘅。睇睇呢個超大嘅景觀露台，響呢邊呢可以睇到我哋嘅山景、園林景、別墅景，同埋呢邊嘅農業景觀。就嚟到休息區嘅位置啦，呢邊咧就做咗一個工位嘅，佢成個空間感咧係非常之強嘅。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兒童房啦，飄窗嘅位置咧都係可以利用起身做翻個榻榻米。呢邊呢間咧就係長輩房啦，戶型格局咧都係非常之方正嘅，而且採光都係唔錯。依家就嚟到呢間超大嘅主人套房啦，響我嘅右手邊呢，就係一個乾濕分離嘅獨立衛生間，空間都唔細㗎。超大嘅窗，平時通風啊都係非常之好嘅，而且採光一流啊！大家覺得呢個戶型點樣啊？呢一個戶型呢，佢係性價比係最高㗎喎，有冇心喐啊？
呢就加推咗55棟嘅在售嘅單位係76至106平方嘅2至3房嘅戶型啊，76平方2房總價低至60萬起，106平方嘅3房總價低至80萬起，全部都係精裝現樓交付，即買即入住，即買即收樓啊！依家最低2萬蚊首期就可以輕鬆上車啦，加多1萬蚊仲可以送車位，成交再送1萬蚊嘅購物卡。屏幕前嘅朋友仔有興趣嘅話，歡迎聯繫我哋嘅 WhatsApp 或者係 WeChat 嚟睇樓。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